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17。耶利米哀歌3章23节安尼讲：主的仁慈，逐早起换新。你的诚实极其宽大，三角来祈祷，用仁慈换新逐早起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日头，你是灯牌，赏赐恩惠甲阳光。主啊，你袂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。主啊，你互日头照日时，互万物得到光明。你互月甲星星管暝时，互阮通知你看顾的手无离开。因为安尼，愿要时刻来感谢俄罗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当忧苦甲重担将阮缀到尾袂喘气，当歹代看亲像无离开，总是你互阮知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因为你的仁慈逐早起换新，你的诚实极其宽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